早晨。大家好，歡迎嚟到 PR One Media 直播，我係你哋今日主持人 Anna。今日我哋嘅題目圍繞住香港煙民同埋身邊嘅人都好關心嘅議題，事關今年香港政府就加強咗室外控煙、亂拋煙頭同埋違例吸煙嘅罰款由1500蚊加到3000蚊。排隊等車、學校同埋喺健康院同醫院範圍3米以內吸煙，全部都要罰錢。而啱啱4月30號就更加全面禁止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咁啊，加上食煙嘅人係明顯少咗嘅。不過喺呢個政策背後，會唔會隱藏住一個更加大嘅憂慮？因為煙民咧而家就被逼返屋企食煙啦。結果就正正應咗我哋今日嘅題目，危害咁大，室內吸煙空氣即變壞。原本屋企係應該最安全嘅地方，而家就變成咗全屋人長時間都要暴露喺2手煙、3手煙同埋大量有害粒子嘅環境入面。可能我哋屋企嘅空氣比出邊嘅馬路就更加差。咁呢，我哋今日嘅議題咧就請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築學會室內空氣處理委員會主席黃敬松先生 KC Wong， 同我哋一齊拆解一下室內吸煙係到底有幾有害呢？點解禍害會比室外更加大？同埋我哋究竟可以點樣自保？咁啊，開始之前呢，請大家記住 Like and Subscribe PR Media Channel 支持我哋。好啦，黃生，首先咧，我有一個好基本嘅問題要問咗先。其實因為我一直就以為咧，空氣就係空氣。咁點解空氣仲要分室內同室外？而你作為室內空氣專家，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室內空氣同室外空氣基本上嘅分別係點樣？好，咁其實咧，我嘅空氣處理專業咧，唔係淨係室內嘅，包括埋室外添㗎。咁室外咧，其實咧就空氣流通啦，但係室內咧雖然空氣唔流通，但係室內你可以容易控制。所以其實室內嘅空氣同室外空氣咧，污染物嘅種類都唔同。咁今日因為講煙，我集中煙去講。首先咧，大家可能唔明白咧，當你喺室內食煙咧，你諗住可能我屋企人未翻屋企，我食咗煙先，啲屋企人一翻嚟，我先至停止，或者係早少少停止，咁啊唔會影響咗屋企人或者細路仔。咁其實咧呢個就好大問題嚟嘅。因為大家都唔知咧，原來煙裏邊有好多物質，佢會黐咗喺室內嘅環境，譬如梳化、窗簾布，尤其是啲毛潺潺嘅嘢，好容易黐咗喺度。咁黐咗喺度咧，我舉一個例子啊，因為太多例子，我驚大家會好容易唔明白。譬如好似尼古丁。其實食煙咧，其實食煙人士最大享受咧就係煙裏邊嘅尼古丁。咁有一個好大嘅誤區，大家都唔知，原來其實尼古丁嚴格嚟講咧，對人嘅傷害好細。咁所以咧，對人嘅傷害唔係尼古丁本身單一物質，反而係其他物質。但係尼古丁佢又好特別嘅，當你一黐咗喺啲譬如屋企嗰啲家具度，或者係嗰啲窗簾布度咧，原來佢會同室內某一啲好正常不過嘅一啲空氣物質或者叫污染物咧，佢一合併埋之後咧，佢會產生一種叫做亞硝胺。咁同咩物質咧？其實咧，原來我哋喺廚房度煮嘢食咧，或者甚至乎而家有啲人都中意喺屋企打邊爐。咁你打邊爐嗰陣時咧，原來咧有時用明火 ，OK， 有啲仲要係用明火，因為 gas 爐唔需要拉住條電線啊嘛。咁如果你用明火嘅話咧，其實會產生氮氧化物。咁氮氧化物咧，最同咧。你煮緊嘢食嗰陣時咧，嗰啲氮氧化物產生咗之後，再加上有啲水氣，佢就會形成亞硝酸。咁亞硝酸咧，佢飄下咧，飄咗落去啲梳化度，同啲尼古丁一混合咧，就會產生亞硝胺。咁佢係好劇毒嘅致癌物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明白，如果你屋企係有啲好細嘅 BB， 尤其是對細嘅 BB 特別大影響，或者屋企有個哮喘嚴重嘅朋友，或者可能係年紀好老嘅人。咁如果你喺屋企食完煙，佢雖然唔喺度，你諗住對佢冇影響，其實係錯嘅。因為咧黐住晒喺啲衫度、梳化度嗰啲尼古丁咧，會同你屋企嘅煮食期間或者某啲情況嘅氮氧化物、亞硝酸混合咗，就會產生亞硝胺，係好大鑊嘅。咁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室內食煙係比室外食煙嘅危害就更加大。大好多。好啦，我先頭係講對其他人啊，對自己有咩問題咧？譬如好簡單，我一個人住嘅。或者我屋企有2個成員，全部都食煙嘅，
好啦，但係咁樣咧，其實都唔代表你喺室內食煙係對自己有好處。其實食煙呢個享受咧，因為食煙朋友係覺得係一種享受。其實理論上你享受完之後，唔應該再繼續禍害自己。點解？因為你享受完之後咧，其實就有得嗰啲煙走晒，唔好留翻啲物質，就不停咁喺室內反芻另一種有毒嘅物質。譬如我先頭講嘅阿蕭啊，係啦。咁所以咧，食煙嘅朋友其實如果你覺得暫時戒唔到煙，咁你又想繼續享受咧，都係應該喺室內度食。OK。係啊，因為其實食煙又真係好難戒嘅。咁如果我作為屋企人啦，我點樣可以減低喺屋企嘅一啲禍害咧？譬如有冇啲好即時或者好長遠嘅方法？即係可能叫佢食煙係靠近呢個抽油煙機食、抽氣扇食。咁我而家講一講啦。其實咧，Anna 先頭講得啱嘅。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忍唔住去點都要食翻支或者啜兩啖咧，就真係要好靠近個抽氣扇同埋個抽油煙機，就係嗰頭食，嗰頭就刻意吹埋去。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另外就係去騎樓嚇，去騎樓。咁而家咧，其實咧，我發現最近咧，先頭 Anna 講一個情況真係幾嚴重嘅，因為而家室內禁煙咧，又冇劃分一啲明顯嘅區域去食煙咧，我發現咧，反而係多咗人喺屋企嘅後樓梯食煙嘅。而家因為我同好多物業管理嘅公司有接觸嘅，知道而家咧，原來私人樓宇屋企後樓梯多咗好多人食煙。以前啲朋友冇聞過，而家都聞到，係啦。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喺工廠區嘅後樓梯都見到，其實有一個鐵兜，就係俾啲人食完煙就可以抌落去。咁有時咧，講真，我哋公司翻工其實都好攰，有時我哋都會藉住放煙 break 咧去唞翻5至10分鐘。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好似你咁講啦，咁其實都我哋嘅衫都黐到一啲叫做有害物質，再帶翻上去公司或者帶翻上去屋企嘅喎。咁譬如如果我喺屋企方面，我有冇一啲譬如如果我屋企有人食煙？但我都有小朋友，我有冇一啲設備或者有啲儀器，我係需要去購入去防止呢啲有害物質咧？好啊，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咧，首先咧，如果咧衫上邊咧，假如你有個啱啱出世嘅小朋友，有時好細個啲，咁你又冇辦法戒到食煙，你喺出邊就算食完煙咧，其實喺衫上面都會黐住到。咁黐住有咩啊？有尼古丁，仲有其他化物啊！我淨係用尼古丁嚟做一個例子。尼古丁先頭我講話，雖然對吸煙人士影響好細嚇，佢主要唔係致癌物，但係原來同其他嘢混合咗咧，就會致癌，包括你自己都會影響。所以最好咧，如果係吸煙人士翻到屋企咧，應該係先去屋企沖咗涼先，換晒衫先，嗰啲衫就抌落去洗。OK，咁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其實咧，我都想俾大家知道下，原來煙嘅組成咧有好多不為人知嘅嘢。譬如煙咧，其實咧，當然煙葉啦嚇 ，OK，咁啊，大家可能唔知原來有分咧，佢裏邊有好多物質，譬如好簡單，原來煙裏邊加咗啲糖嚇，好多人唔知，原來一支煙裏邊咧最誇張比例咧，如果你將嗰啲煙絲裏邊紙包住裏邊啲嘢拆開咧，去好細心去分析唔同嘅成分咧，有最誇張有20%係糖，好多糖。原來糖同尼古丁，然之後再加上一啲叫胺水、阿摩尼亞。咁原來喺做煙嘅過程咧，佢會好多煙商咧會噴一啲叫胺水嚇，一啲工業用嘅胺水落去嗰啲煙葉嗰度，咁就 mix 咗糖、胺水，再加上煙草裏邊嘅尼古丁。咁呢幾樣嘢混合咗之後咧，佢會產生令人更加愉悅，或者令佢更加享受，或者叫做好爽嘅感覺嚇。咁呢啲物質混合咗之後咧，其實咧佢產生嘅毒素係好高。咁所以其實咧我咁講，香港政府咧去禁煙，我就咁睇嘅。其實吸煙人士咧，佢有權利去享受食煙嘅樂趣。咁但係咧，香港政府可能要劃分，或者要諗埋。呢一班人點算好咧？咁我覺得呢個未必做得好好啊。OK，咁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全球咧每一年平均有800萬人係死於吸煙有關嘅肺癌。肺癌係世界第一嘅。OK，咁其中800萬人咧就係因為吸煙而離開嘅。800萬人係咩概念咧？你諗下個比例，香港都係得800萬人到，即係一年就成個香港。咁嘅比例嘅人死晒，咁係好誇張。咁而裏邊竟然有百幾萬、120、130，每一年有少少唔同，就係完全冇食過煙嘅人，而因為係吸煙嘅人影響到佢。咁所以
我都有身邊有啲朋友食煙嘅，咁我認為其實咧要俾翻啲尊嚴食煙嘅人，但同時間亦都要俾食煙嘅朋友知道，去食煙嘅過程點樣食得健康啲啦，同埋唔好影響到自己同埋影響到其他人。咁其實我聽落去咧都有啲無辜嘅，就係我屋企係冇人食煙嘅，但係因為你知香港人啊，住又逼。樓又窄，咁啊甚至一梯多伙，大家住嘅單位都唔係好大。咁其實我隔離屋有煙民食煙，佢冇犯法㗎喎，佢只不過係 enjoy 緊佢支煙。咁喺呢方面底下，我可能我屋企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我仲養埋隻寵物添。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可以點樣做去阻止我？因為我冇權阻止佢食煙㗎嘛，唔通我真係走去深水埗買2把大牛龜風扇，一見到佢食煙就吹翻佢轉頭？好。咁如果呢個情況底下，我有冇啲更加有效，但係又唔使咁辛苦嘅方法？有，因為時間有限，我就答得快啲啊。有，其實咧我咁講啊，首先我覺得咧，首先一定要香港政府去要集合更加多嘅專業人士去分析。去分析就係話食煙嘅禍害點樣俾啲多啲市民知道，甚至乎可能用更加親民嘅方法知道。譬如好簡單，我先頭講嘅知識，原來煙裏邊有糖嘅喎，大家唔知。原來煙裏邊其中好毒咧，嗰張紙大家都唔知。咁仲有咧，其實咧而家就有少少趨勢咧，都幾明顯，逼咗啲人入去屋企裏邊後樓梯或者直情喺單位裏邊食。咁記住，如果你住緊個單位，你覺得成日聞到啲煙味喺個走廊度咧，當然啦，可以同物業管理處講啦。其中一個你一定要諗一諗，唔好你一定要將屋企佢一個叫靜壓。如果你屋企係屬於靜壓情況咧，就可以逼住嗰啲煙唔會入到你屋企。點樣為之靜壓？咩叫靜壓咧？就話你可以喺屋企裏邊加裝一套咧，不停咁過濾街嘅空氣，過濾咗，然之後送入去屋企，形成屋企有屬於正嘅壓力 （positive pressure）。咁當你屋企有微靜壓嗰陣時咧，就走廊嗰啲煙咧，或者隔離單位煙就好難入到你屋企。但係就要做啲工程嘅嘢啦。咁好多人誤會咗，就當聞到有煙味入咗自己屋企咧，就開咗抽氣扇，仲衰。因為當你開咗抽氣扇咧，其實咧佢會嗰啲抽氣嘅線咧，佢嗰啲空氣嘅流動咧，就會喺走廊嗰度拉啲空氣入嚟。咁如果我開把風扇對住走廊吹咧？有啲好處，但係唔明顯，所以一定要用靜壓。OK，咁呢個咧就今日好難解釋到。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言，我下次可以介紹下點樣保護到自己屋企，點樣做靜壓嘅效果啦。咁樣。咁如果我閂門閂窗，淨係開冷氣，有冇得唔得咧？呢個唔得，但係咧仲除咗佢呢個靜壓咧，可以喺嗰個門嗰度咧，門嗰度大門整一個密氣邊。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人嘅屋企個大門咧，其實佢尤其是底下嗰度有罅嘅，咁所以咧可以做一個密氣邊。咁個密氣邊咧，其實去一啲大型嘅百貨公司都買到嘅，就黐喺門邊嘅或者門底門腳嗰個位置，咁都可以減低部分。今日我學咗好多。咁長遠嚟講，就梗係戒煙啦。咁但係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唔係話戒就戒得咁容易。喺呢一方面，我知道黃生你係有一啲秘訣有關戒煙嘅。好，戒煙咧，戒煙就咁樣嘅。首先我咁講，我喺戒煙之前，我講咗一樣嘢。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好明香港政府點解做呢樣嘢。其實坊間有種叫加熱煙，有一支煙好似煙仔咁樣，就插咗落一個加熱裝置度。咁其實咧，呢個加熱煙咧係用咗好多時間、好多金錢研發出嚟嘅。咁我唔可以話佢好啊，唔可以話佢好。但係原來呢種加熱煙咧，佢係少咗好多亞硝胺嘅。原來呢種加熱煙佢產生嘅毒素係比傳統嘅煙少咗好多，但係唔係電子煙啊，唔係落啲液體落去嗰個或者一個叫煙彈擺落去，佢望落去都係煙草咁嘅樣，係短咗一支煙。咁今日我就唔長講啦，但係其實加熱煙係一個吸煙人士可以嘅一個好嘅過渡方法，但係因為香港唔俾用，因為而家持有都係犯法嘅。OK， 咁如果你問我咧，我反而覺得應該係唔俾賣其他煙，而留低加熱煙，因為加熱煙咧原來傷害比傳統嘅煙少咗好多。咁香港政府係冇做到研究，直情唔俾入嚟，呢個係有啲問題啊。OK， 咁好啦，我就想再講多少少點樣去戒煙咧。其實戒煙嘅方法咧，我建議3樣嘢。第一樣嘢，煙咧其實咧我哋食煙人士好多時係享受個尼古丁。
咁尼古丁咧，其實有啲人嘗試過用一啲戒煙貼，貼喺個身度，戒煙糖。咁但係咧，佢覺得都好似唔係咁有效。咁其實咧，如果你用咗尼古丁戒煙貼咧，其實佢係已經可以令你頂到癮嘅。但係咧，因為冇嗰種爽嘅感覺，同埋咧，你可能又枕住要有啲動作做下。有時有啲人飲酒咧，覺得咩煙不離酒咁樣，酒不離煙。咁其實我建議咧，就可以咧加埋戒煙糖。所以咧，用尼古丁嘅戒煙糖加戒煙貼，當然個量有個限制啦。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其中呢個係好好嘅方法。咁仲有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咧，我就同朋友講過，係10個食煙嘅人10個都戒到啊，但係要人幫佢。即係咩意思咧？我好多女性朋友咧，佢都唔食煙，但係老公就食煙好臭嘅。咁佢哋好多投訴，佢話咩方法可以令到老公以後都唔食煙？我教咗一個方法，呢個方法係10個都戒到嘅。就係但係要有啲犧牲啊！就係當呢個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喺張床瞓着咗嗰陣時咧，你唔好同佢一齊瞓。唔係唔好一齊瞓而逼佢戒煙啊！而係佢瞓着咗嗰陣時咧，你喺瞓緊嘅時候咧，點住3支煙，即係你點3支煙，佢食開嗰啲煙啊，然之後點3支，就插喺佢嘅床頭隔離。會出現一個咩情況咧？好多人唔知，原來人類咧，當一瞓着咗嗰陣時，身體度修復緊。當你合埋隻眼瞓緊嗰陣時，修復緊，無論嗰個人煙癮幾大，一日食2包煙、3包煙都好，都係一合埋隻眼嗰陣時，佢修復緊嘅過程。你點3支煙咧，佢會起身正式去。好啦，正式咗，你再點多一次，佢就正式。第3次會發火。咁如果你可以持續1個月，冇一個人可以1個月之後都繼續食煙嘅。點解咧？當你合埋隻眼，你咁樣整蠱佢，每一日整蠱3次咧，其實咧，佢喺個潛意識嗰度咧係好討厭煙，佢每一日都咁討厭煙咧。其實經過咧1個月之後咧，冇人可以1個月之內戒唔到。其實有咁，但係太太就要犧牲咗佢嘅時間啦。佢就要同佢死過。依招以毒攻毒咧係萬事萬靈嘅。咁但係當然可以太太可以媽媽嚇 ，OK 就幫個仔或者幫個老婆幫個男朋友戒煙，就係以毒攻毒。總之佢一瞓着咗。你要做3樣嘢，第一，佢一瞓着咗，你就點煙3支，最少3支，你點10支都得嘅。OK， 10支就可能分死佢。咁跟住咧，你就要佢整熄咗之後咧，你唔好理佢要整熄，佢整熄咗之後咧，再點多次，你一定要持續3次。咁你一般嚟講咧，我嘅朋友反應咧就話好少超過1個月，最快嗰個咧隔住1個禮拜1支都唔食啦。但係我首先有間後備房咯。唔得，呢個要共度患難，一定要呢個方法。呢個方法最好嘅方法啦。咁你當然要閂埋個門啊，唔好開住個門啊。OK。咁啊，唔好意思，呢個係另類嘅，但係非常有效嘅方法，就叫做催眠嚟嘅呢個。呢個係因為咧，當一個人瞓着咗嗰陣時，佢點咗煙之後有一種潛意識嘅厭惡啊，而呢個厭惡咧會令佢對煙係好反感。佢甚至乎有啲極端例子咧，佢係最好憎人食煙。係啦 ，OK。好多謝阿黃生去俾我哋呢個咁有趣嘅方法，我都好想睇下有冇觀眾肯嘗試用呢個方法為身邊嘅人戒煙。如果戒煙成功嘅話，記住 留翻 comment 落我哋個 channel 度。咁啊，最後啦，真係好多謝黃生今日俾我哋咁多寶貴嘅資訊啦。咁記住大家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住 subscribe 我哋 PR1 Media Channels， 繼續支持我哋為大家帶上呢一個正能量。多謝大家。好，拜拜。